好，我们现在又开始讲课，然后大家也一样的跟平常一样的发心，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特别呢，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了战争，本来就是有那个怎么说呢，疫情的疾病跟这样的一些这么严重的一些痛苦之上，又加上了战争的这个痛苦，所以就是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众生也是在一直正在受苦的过程当中。那相当也是我们要感受到，其实在地狱中，还有在恶鬼中的这些众生呢，长期都是以这种痛苦，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为所有一切众生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让他们能够可以解脱，让他们获得成佛，才是真正的修见安乐的果位。所以呢，我们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那么以发菩提心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开始在听课。但是今天我们在听的课也是学习菩提心的方面。那么学习菩提心的学处当中呢，就是有今天是修自他相换菩提心的部分。那么自他相换的部分呢，就是主要是自己的痛苦没有自己的那个快乐感，他人的痛苦这两个相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也是我们在修持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我们那天上次是1月22号是吧？1月22号到今天的中间呢，就是已经是好几个礼拜了，但是都没有能上课，因为就一直都是在忙嘛。那么接下来从今天开始上课的话，那希望就是可以再长一点的时间那么中间再不用那个怎么说呢，那个断这个课程。所以我们上次的部分来说到，就是有8本的181号吧，你们那边是182号182页嘛，对不对？181页跟2页之间是不是？对。所以从这里要就修第二修自他相换菩提心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亲眼目睹遭受痛苦病痛是吧？对。饥渴等痛苦的众生，像比如说平常我们就自他相换的方面是怎么去自他相换？我们也可以用观想，或者是真正的我们看到了一些病人，然后就是他正在受这种病的痛苦的时候，或者是看到就是有一些众生真正的就看到了非常饥饿的痛苦，以这些或者是或者与之前观相有一个，就是或者自己的前面就是观相有一个众生被痛苦所逼迫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如果是有这种众生，我们去观想，或者自己向外呼吸时，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把呼吸时经常都是有在呼吸嘛。那我们就是坐下来打坐的时候呢，就是在观修的方面，然后就是一般观想，一般那个修持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呼吸的一个程度那么相当就是呼出去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把观想自己的一切安乐善妙然后就身体受用以及怎么说呢，那个善根等犹如脱下衣服一样的，就是给他，像比如说我们自己的今天如果是看到一个众生没有衣服穿的情况下，我们直接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的话，这就是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看得到的一件事情，而且想也想得到的一件事情。但是所谓的我们用呼吸根据我们自己的呼吸的速度来
把自己的一切喜悦、一切快乐、一切圆满，都是要送给他们。然后我们前面不是有观想一个众生，或者是很多个众生，或者一切众生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就是以这样去直接可以送给他们然后内吸气的时候，向内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他所有的病苦一并吸入体内，与自己承担他的所有的痛苦，他的所有的病痛也好，所有的痛苦以这样去观想，由此他以离苦得乐，所以就相当就是这样去观想，就是同时我们把这样一做，然后就是观想他就已经离开了所有的痛苦，然后就获得了一切利益，也这样去观想离苦得乐只是受法应从一个众生到一切众生之间次第观想观修，次第观修。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是相当就是从第一个呢，就是一个众生，我们就相当也是看到自己的一些身边的人，或者是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当中，就是有一些病的痛苦的众生，或者是在很多医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的众生。而且现在呢，就我们可以就是相当正在有战争的那些地方，一直以战争那么就是有非常多的痛苦，那肯定很多的家人都是就会怎么说呢，扎实的，或者是那么各种各样的，就是会饿死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一定会有的。那这种方面来说，我们就想，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把自己如果是今天是他，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们应该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痛苦嘛，所以我们把这些痛苦都是吸进来。我们呼吸的一个过程，就是吸进来的时候，把他们的所有的痛苦都吸进来，然后自己来承担，自己来感受这个痛苦，代替他们就是感受这样的痛苦。然后自己的呼吸的时候，把自己从无始以来所有一切的善的功德，前面有些善根善根就是这样的，我们身苦意所修持的一切善的功德根，现在我们所有的怎么说呢，就相当就是前面也有讲身体嘛，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有健康的身体也好，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就是在自己拥有的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呼出去的时候就是要送给他人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上脱了一个衣服，就直接传给他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形容是一个对词。所以就比如说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那当然就自己也只有一个衣服的情况下，衣服脱下来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得到衣服，但是你自己就没有衣服嘛。但是要做得到那样的，就相当我们自己的所有的喜悦，所有的善的那个善根，所有的这个善妙然后就所有的快乐跟幸福，全部都是给他，然后他的一切痛苦能够可以在自己来接收这样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非常圆满的法性所以我们修自他相换菩提心，就是以这样去修，不然的话我们就怎么说呢，我也要好，他也要好，那种就是他也要好，然后就是希望他也快乐，但是我要更快乐，以这种想法的话，那还是也没有放下自我的这个怎么说呢，执着。那么我们就是修持佛法最主要的我们要做得到的，就是要放下自己，放下自我的这个怎么说呢，执着。所以呢，就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实际生活中，自己遇到不如意和痛苦时，也应同样观想三界轮回中有许许多多感受如此痛苦的众生，所有这些众生是多么的可怜也这样去观想，因为这么多的众生在一直不断的在痛苦，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去想。
第一个方面来说，此时此刻正在痛苦的这些众生的当下的痛苦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然后另一个来说的话，就它不光是此时此刻痛苦，或者是今生的这个当下的痛苦，还有生生世世当中，就是因为没有遇到过佛法，所以呢，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呢，还是继续在这个轮回当中一直不断的痛苦，所以就是有多么的可怜。那么不光是今生的这些痛苦，有些众生呢就是被宰杀，有些众生呢就是被打、被骂、被关就是等等各种各样，而且是生病的痛苦，然后饥饿的痛苦，然后就是恐惧的痛苦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都是当下也是非常严重，今生也是非常严重。但这些下去以后也没有任何能够可以修持佛法、可以修善的一个机会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也是一直不断的会在轮回，一直不断的在痛苦。所以这些不断的痛苦的所有的这些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些众生是多么可怜，会有这样去想。愿他们一切痛苦陈述于我的身上，愿所有的这些众生都能离苦得乐，从内心深处如实反复观想。所以这些所有一切众生的痛苦都我能可以承担的情况下，那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就非常愿意这样去做这样去想。那么就他们能够可以在早一日解脱这些痛苦的情况下，那我就会得到真正的欢喜。如果自己享有幸福快乐，则观想以我的这番安乐，愿所有的众生获得安乐。此自他相换菩提心，是所有趋入大乘道之所应修持的无道究竟精要。相续中生起，以此菩提心，也能精进多生累劫的罪障，圆满广大福德智慧资粮可从恶趣邪见之处获得解脱。所以就以这样的一个，如果是说我们这1分钟1秒钟的一个这样的时间，能够可以再作为一个自他相欢的这样的一个观修的功德，也是非常广大的圆满广大福德质量。就是圆满的意思是什么呢？圆满能够可以在成佛的一切质量。所以我们就这些平时来说的话，就不去修持的情况下，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真正的要解脱一切痛苦，要获得圆满佛果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修持大乘佛教的弟子，那么菩提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修持的自他相换的观想，也是菩提心修持菩提心修学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说到，就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自本作人着康着